当来关心这台湾台南的咸水蜂仔炮呢，明仔载就要开始，是要连续来蹦2天。逐当这咸水的蜂仔炮，拢请真侪世界各地游客来到这体验。今年是有3座主要的炮城，其中黄伟德是来参加起炮仪式。咱来新桥呢，嘛启程要来料景。今年咸水元宵活动已经正式起工。 台南咸水目标亭一罐长长的炮啊，吊3-4站楼悬，由于风铃员甲台南市长黄伟德斗阵起炮，把代表活动正式起工。虽然是历史啊，不过现场嘛是真侪民众，全副武装，配备齐全，拢提早来感受礼炮的刺激。安全帽啊，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，然后牛仔裤。你那个经历几年了？今年从在妈妈肚子里。怎么说？送哎。 哎呀，几年了？你来这边？哦，我每年都来啊。这个今年这样第一门，感觉威力不错，威力不错是不是？很厉害，很强。古日将会14、15这2天，台南咸水蜂炮登场，上大的重点是元宵美东港。今日庙方是3座主炮城，那家户加起来拢总200多座。这阵新桥准备好势，开始要示警，但新桥队伍一到，沿路徛街就沿路放炮。因为今年隔壁也有家己的台湾灯会，府城在地嘛有决定降定节，似乎嘛预估人潮会比往年更加多。咱3座主炮城。 有较无共的是讲结合新的科技，炮城顶悬有 LED 的造型，所以今年就有看到。饮水蜂炮的历史渊源，大家知道就是要去除瘟疫。那近年来有一些疾病传染病，但是我们希望在关圣帝君的护佑下，能够保佑地方平安，民众都健康平安。当然，想要安全感受到蜂炮的魅力，安全装备绝对袂当减。 乡亲一定要包好势，以免受伤。那起来位置，大家嘛要斟酌，民众唔通动炮，离炮城爱上无5公尺远，安全上重要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